在你的眼内到底是我的爸母较重要，还是遐大头家较重要？明辉，你爸母反对咱斗阵，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。敢讲伊一天无点头，咱就永远拢来结婚是？明辉，是的啦，我毋是故意反对你，不过代志总是爱分一点轻重。阿爸上看重的，就是已经经营20几年的工厂。你也知影，我是用尽偌济心血，才说服其他股东将工厂还给阿爸。假使我即摆若甲因讲我无要结婚啊，伊会认为讲我自开始就咧欺骗伊。安尼以后，因敢遐阁会相信我？你想看卖？安尼代志毋是搁较害？也毋过阮阿爸袂当体谅我的苦心，伊连迄间工厂都无点啊。伊只是事实想袂开啦。等过一阵啊，伊气若较消，搁看到整市企业伫咧手头经甲有声有声，伊一定会认为讲哦，你做头的。咁安尼？你放心，我有把握。我带你去一个所在好吗？我无想要去。好啦，我保证哦，袂互你失望。行。丽玲啊，这间毋是较早恁咧大个厝，敢会？我去甲伊买倒转来。哦。你来。自细汉到大汉，我拢生活伫咧遮，所有的痛苦甲快乐回忆，我拢伫这间厝的。会当搁倒来到遮，等下亲像看到恁爸爸，搁做一个听，看到厨房，就想着妈妈炒出来的泡面。那亲像阮妈妈搁伫个共款。明辉，咱来结婚以后，我要生做一个囡仔，互这间厝充满着囡仔笑声甲快乐，好无？大姐啊，我已经找到丽玲啊，伊即马过了真好，而且马上就要甲明辉结婚啊！你听了有欢喜无？你在生的时阵，敢毋是足欣赏明辉，而且一直甲当作未来的囝婿安尼咧甲看待。即马伊正经要甲丽玲结婚啊！你的心愿啊已经完成了，你一定足欢喜的对无？丽辉的问题，你放心啦，有我一个做妈妈甲照顾就够啊。阮绝对袂去破坏着丽玲因的幸福。无记啊，我求你，求你一定爱保庇。后面那你个歹命的查某囝美惠啦，伊实在有够可怜的。
明辉，你真醒一下！明辉，你实在真害呢！我叫阿土甲你冻酒，你一直要家己啉，结果你看，你做干呢？明辉，你有听到无？你若是要困，你嘛甲衫裤换换。明辉。别走啦，因为想袂看你做梦，梦见的人拢是美辉。明辉，你实在我足失望的。你敢知影为着你付出偌大的代价？因为你莫离开我，因为我爱你。明辉，你虽然甲我结婚，不过你自头姊妹拢无法度将美辉放袂记。你甲我结婚，只不过是要对我负责，对无？明辉，为今仔开始，这个世界上袂搁再有吴丽玲这个人的存在。我是你的母亲，你做明辉的太太。我会用我所有的爱、甲耐心来感动你，等待你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你的梦内、甲你的心内，拢只有我一个人。离婚，将你心肝内的痛苦、甲委屈，大声哭出来，莫搁有咧心肝内，吼！妈妈看到你心肝内遮尔痛苦，
妈妈做艰苦，妈妈无法度甲你斗相共，我真对不住你。妈，你莫安尼讲，这拢是我家己自作自受。美惠，你心肝内还阁是真爱明慧对无？既然还阁遮尔爱，你是安怎就爱将明慧送互别人呢？若准然是你安尼甲纠缠，我相信你今仔日绝对袂甲丽玲结婚啦。妈，伊甲丽玲结婚才是上正确的选择。我甲明慧永远就无可能有结果的。也毋过，你巴肚内的囡仔，迄是我的囡仔。妈，拜托以后，莫阁提起这件代志，好无？爸，丽玲已经平安回来啊，天日真欢喜。你知影无？今日是丽玲结婚的好日子。爸，你知天之灵一定要保庇丽玲甲林明辉，因两个人会当幸福快乐，对着解乐，幸福快乐。明辉，你真神啊！早顿我甲你穿好啊，你枵啊吼？明辉，这是我亲手捧的柳丁汁，你啉看卖咧。丽玲啊，真实的，昨暝我煞啉酒醉。不要紧啦，啊，非得咱以后的日子还阁足长的。对啦，明辉，后纸酒减啉淡薄啊，酒啉伤济对身体嘛无好。丽玲啊，我想要来去洗洗身躯，先生甲衫裤换换的。好啊，我来给你放洗水。免啦，我家己家己洗。哦，你等一下，我甲你穿你要换的衫裤。林辉，你的衫裤。这毋是我的衫裤啦。当然嘛是啊，我是照你的寸尺去甲你买的。来啦，较紧去洗身躯，洗洗咧，通食早顿，吼。好。
刘呀，你有够好命嘞！既然老总咱总裁大人替你做搭档，好，歹势，拢叫我拼完啦。不要紧啦，就你食啦。哦。我跟你甲林辉先电话问就好啦。有！哦，丽玲啊，你有敢体到伊无底看咧？哦，怎啊佫变甲遮温柔、遮体贴的呢？哎呦，甲我以前熟悉的吼，迄个恰查某拢无共款。丽玲啊，我食袂来啊。我想要先去阿爸的工厂看卖。听讲今仔有新的机器要到，我先去操作看卖。过头互厂内的员工天好量早，上线生产。林辉啊，交场迄边我着交代赵一鸣去负责啊。你是讲迄个陈秘书哦？是啊，就是伊。伊即摆新的职务是总是工厂的厂长。迄要哪会用一啊？丽玲啊，你明明知影阮阿爸迄间工厂对我意义偌重要，你敢会使交互一个无相关的人来管理啦？林辉，你莫着急啦。你听我讲，虽然迄间工厂是属于你甲恁爸爸的，啊，毋过整个天富集团拢嘛是咱的啊。尹平这人哦，伊对企业经营真有一套，所以我毋才会调去做厂长。安尼，你才有法度专心专意来管理咱的公司啊。天富集团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，你才是真正负责人啊！唉，我敢若想要好好管理阮阿爸的工厂就好啊。明辉，你若安尼讲啦，我即摆是你的某呢，我所有一切拢嘛是属于你的啊。我早就已经决定啊，结婚了后，我要专心踮厝做一个好某囝，啊，天富集团的业务哦，就拢由你负责。你讲啥？天富的业务要我负责哦？是啊，阿套。对，明辉啊，张丽玲吼，你发布最新的这件事，明明啊，你就是天富集团的代理总裁啦。啊，若我阿土啊咧，就是你的一名秘书。我做代理总裁啊。啊你呢？你要做啥物？啊，我着蹛厝洗衫煮饭，等你下班倒来食暗顿啊。明辉啊，莫想啊这个，来，我讲，我是有得到消息吼，丽玲咧厝的休困哦，最主要则就是啊。阿通啊，你是听谁讲的啦？我着赵秘书啊，我昨去啉喜酒的时阵拄着赵秘书，伊甲我讲的啊。迄所咧平常时看伊咧规规矩矩哦，原来是点点食3碗公半。我咧乌白讲，我来找伊问一下清楚。刘辉，是的啦，是我甲赵秘书讲的。是你甲讲的？是安怎？啊，着迄天去啉烧酒醉，你袂记啊？啊，毋过，才10天尔。